伫要来好事本身的真相，是好事的影，所以毋通一年过一年，继续用相款的祭面，互亲近上帝的人得到完全。若是话，献祭的事应该已经停止啦，因为敬拜的人一摆就完全得到洁净，无阁有罪的意识。其实，当年所献的祭面，只有为人互人想起因的罪，因为牛、因为血袂当除去人的罪，所以基督来到世间的时有讲，祭司甲礼面你无爱，毋过你有甲我准备身躯，烧化祭甲赎罪祭，你无介意。迄时我讲，上帝啊，我来啦，我来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的事有记载伫册里。我顶面有讲，祭司甲礼面、烧化祭甲赎罪祭，你无爱，嘛无介意。这是律法，照律法来献的。第九节，伊继续去讲，看啦，我来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安尼，上帝会除前的，是要建立后的。耶稣基督实行上帝旨意，只有一遍献伊家己的身躯，就够也，互咱得到圣化归上帝。这是逐日徛咧服侍上帝，一遍搁一遍献相款的祭，永远袂当除去人的罪。毋过基督只有一摆献赎罪祭，然后坐伫上帝的正边，听候上帝互伊的对敌做伊的卡点。基督通过一遍的献祭，互圣化归主的人永远完全。正是嘛，对咱最近，伊有讲。主讲，遐个日子以后，我甲因所要立的约就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放伫因的心内，写伫因的脑内。然后伊阁讲，我袂阁记得因的罪恶甲过犯。既然罪已经得到赦免，就毋免阁献赎罪祭。以上。好，感谢咱看到希伯来书章，咱对第9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有真完整来介绍耶稣基督特别是这个 Christ 这个基督就是弥赛，就是受膏抹的受膏者。这个基督就是旧约圣经中间所在指出的这位弥赛亚是拯救者。所以这个基督犹太人应该爱真实在，因为伊比世间其他的万邦万族的人。搁较早就听到基督这个人，这个名，总是等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上的时阵，因竟然认不出这个耶稣是基督，将耶稣当作是强盗，将耶稣当作是歹人，将耶稣当作是违背上帝的人。直到这个大祭司，因无行好，颠倒来行歹来陷害耶稣。所以基督因若是耶稣，毋若是基督。这个基督伊个成做这个大祭司，然后伊伫天顶真正信所来献祭，来互人亲近上帝，甚至这个耶稣嘛，这个耶稣基督嘛，真做祭面，献家己的身躯，流家己的血，然后来献家己的性命，来互上帝想起，无搁再对人来想起。然后耶稣基督伊也搁真做新约的保证人。来保证伫旧约到新约上帝所有应允，要真做对亚伯拉罕的福气，也要继续伫通过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基督伊真做君王，真做先知，真做祭司。耶稣基督伊也赢过一切的死亡，这个死呢，来伫伊的心上，就来开始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约。所以，这个旧约是用血来行，然后来产生这个功效。到新约也是用耶稣的血来行。到耶稣死的时，这个新约就已经算开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一个真特别的看法，因为伊将这个约甲遗嘱伫希腊文中间是双关语啊，伊会当做约，来当做为约。所以这个双关语呢，伫这个希伯来书，
伊来显出，咱毋捌对安尼来想过生育是耶稣的遗嘱然后伫昨咱看的23节到28节，这内面是一个真完整，也是真丰富的基督论将耶稣基督基督伊所代表的，透过短的几节就来显出。特别耶稣伊用伊的旧约是用血来清去这圣物耶稣用伊的血来清去这圣物甲祭物，甚至伊家己耶稣伊也代替人徛伫上帝面前入到伫天顶的至圣所。对，这个至圣所是一年献一届，总是耶稣是只有对创造世间到这个世间的落尾，只有迄一遍，就是1900年前耶稣来迄遍，一举尽全人功，然后清去所有的罪然后这个希伯来书也讲到死在等待咱这照上帝所定着的上帝已经定这个时间虽然人拢爱经过死因为这是创世纪的第3章上帝对亚当夏娃犯罪就讲要犯罪之前就讲食迄天会死对灵性的死亡开始到肉体身心灵的死亡总是上帝佫开一个路，就是互人会死的人然后会当佫顶头生这个顶头生互人重新找到一个生命，会当进入到迄个上帝所赏赐永远袂死的生命。所以人虽讲会死以后上帝审判，通过审判人就是进入永远的死甲永远的活，就是这两条路。总是耶稣基督要佫一届显现救人脱离审判，互咱对耶稣基督伊过去、现在、将来的工作会当看了真清楚。所以昨个经句27节、28节，照所注定人着一遍死，死后着受上帝审判。亲像安尼，基督已经有一遍牺牲来担当众人的罪，以为第二遍显现，毋是要对付罪，是要拯救迫切在听候以来的人。所以咱看希伯来书若无对头前第1章读到遮来时，咱若直接看第9章，也是直接来读第10章，甚至咱拢就爱对第11章开始来读。但是咱毋知影头前作者伊到底要表达的动机、目的、背后的原因是甚物？所以咱若是对第1章读到遮时，咱就当看到这个作者是有备而来今日咱要看的是第10章嘛是这个各美之的记的最后一段。头前已经讲到耶稣第9章11节讲到耶稣的血成了这个更较水的祭物，9章15节讲到耶稣成做生育的中保，这个中保是保证人。9章23节讲耶稣基督成做更较水的祭，然后除罪废弃废除罪，以前的地上祭是做不到，耶稣伊做到，因为伊是基督。然后耶稣嘛要拯救听候伊的人。今日要看的是10节到10章的1节到18节，分做两段。头前1到10节是讲到旧约的献祭制度无完全，所以耶稣爱来献家己有点好像再回去重新论述但是又要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佫举一个例来证明头前伊所讲的是有影，因为好像伊哪讲哪写，因为希伯来书比较像是一个讲道篇。伊哪咧讲的时阵，伊个可能佫想到一个旧约当中应该是2个耶稣为什么是弥赛亚，是受膏者。第2段讲到11节到14节是靠耶稣的献祭来成信所以人呢是靠着耶稣的献祭来成信。过第3段是15节到第18节，信心甲信心圣灵和上帝的话两个做伙来做工为着这个新的约的献祭制度来做见证所以成为中保。中保是保证人也是中间人然后耶稣是中保，圣灵圣经是见证人所以上帝自己本身就是有双重应许然后又有中保见，然后现在又有看到双重的见证，就是通过圣经跟信心所以咱来看这3点第10章1节到10节，旧约的献祭制度无完全，所以耶稣要来献伊家己因为献祭制度是将来的影。第10章1节，律法不过是将来未来
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哦。好，这个咱昨看哥罗西书第2章就有讲到，好，昨咱用哥罗西书跟第2章好来跟希伯来书第9章做对比啊，拢看到同样的论述，所以嘛，好，咱刚刚讲为什么希伯来书读希伯来书很像在读保罗的书信啊，甚至连举的例子啊都这么样的接近。现在这都是将来在天顶更加水的代志的一个影，天顶迄个才是实体，好，所以对象的好，才是对象是讲习。所以哥罗西书讲，我们不要追求地上的事情，要追求天上的事情，上面的事情，因为对象的东西讲习，只有天顶的才是永远。好，所以这个概念是同款的。有对象的限制制度无法度互人完全，所以就要继续袂当停啊！哦，迄个限制若停，哇，今年内底人的罪无人去赎罪，没有羊去赎罪，没有大祭司去献祭，安尼今年咱所犯的罪，上帝拢无要甲咱准刷，上帝拢无要甲咱赦免哦。好，咱要想看卖啊！好，若是咱无定定通过耶稣，咱的罪吼，对细汉到大汉，对过去到现在，上帝一直甲咱记条条的。哦，所以这个罪就愈积愈多啊，我们就是罪恶深重啊。然后34、40讲到这祭秘呢，大概到了犹太历的7月14号，就是新历的9月到10月时，大概这个赎罪日要到的时阵，就个人叫人想到讲啊，我的罪搁累积到一档啊，即马我就要紧靠这个大祭司后，紧去见上帝，甲我的罪紧甲赦免。无我这个罪恶深重，我就哇，感觉心内底就想着我是一个罪人。哦，今年中间我犯什么，啊，未付赦免的求主来赦免。当然，平常他们就有燔祭、有赎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好，因为是平常时透过安尼，但是迄个大祭司所要代赎的，就是因家己想袂到的、献无够的、做无够的，通过大祭司来做啊。但是迄个一档，那停了1年，安尼就累积2年，停了2年就累积3年了。结果主后70年，到现在已经停了1940年了，已经停遮久啊，好啊，1970年了，1950年啊，共50年，好，这个圣殿就要被毁2000年了啊，所以这个这多年来，这犹太人的罪。要安怎呢？无大祭司来献。第50到19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这一段很特别。耶稣讲的这段话，是来自于诗篇的40篇，40篇，这个作者伊就是要来用诗篇40篇，要来过来证明第9章所讲的，这个耶稣伊家己将这完整的祭物、完整的祭司献上完整的祭，来一笔勾销。所以伊家己安怎讲呢？讲献祭制度无法度得到上帝欢喜，而且上帝已经定义要来废除这个献祭的制度，不是要来废去律法。嘛，讲一解第希伯来书读到的律法，不要把它当成整本的圣经，最好把它当成是利未记，是讲祭司的条例，安尼才不会把整个旧约就是安尼全部打掉重练然后第10节是讲到，咱是靠上帝旨意，靠基督的献祭，就会当来诚信。其实这已经重复再重复再重复11节到14节，靠耶稣的献祭，人呢会当诚信。对象的这些是逐工徛咧侍奉上帝，献上同款，但是这个同款的祭永远袂当除去罪恶，罪恶还在，它只不过是求赦免上帝莫生气啊。甲你呼呼手手，但是我还是下一次又会惹上帝生气。但是呢，耶稣的献祭呢，伊毋那是互上帝赦免咱，伊个甚至要除去咱这个心中的败坏。所以咱常用哥罗西书，讲伊将这控告咱的理据呢，定伫十字架顶，这的控告、律法的控告、条例的控告、魔鬼的控告、死亡的威胁袂当够甲咱吓。会当搁甲咱惊所以咱会当突破会当对耶稣的脚步无犯罪真正无犯罪。基督一摆献
好，献尽全功啊，又再提到一次，第3次啊。然后这个功效是到永远，然后搁要等待一个时间，就是互求授做伊的脚点啊，就是开脚的所在啦。哦，咱来讲开脚念喙手啊，翘脚念喙手啊，这是开脚。哦，就是讲耶稣咧，伊要将这个搭在伊的脚底，像呢就是求授，求授有像呢就是魔鬼，就是死亡，就是遮的罪恶，包括律法所带来的罪恶。所以咱是伫12月1号，咱会读罗马书。到时阵咱会过来读罗马书的时阵，咱会搁较有感觉，就是讲咱会看到耶稣安怎样来破坏这个罪，伫人生命中间所带来的这个困苦。15节到16节，信神讲，信灵，伊家己来证实上帝话，就是拄则看的这个诗篇40篇。所以诗篇40篇，这个大卫的诗篇呢，它印证上帝所要做的事情，而且在主前1000年，就是离我们快要3000年前，大卫就将这个话写落来，然后所有犹太人拢在读，但是因在读在想的时阵，因竟然唔知影耶稣是基督，即马知影，但是爱证明讲，这就是上帝伊要调整这个旷野当中西乃山下的条例，立位记上帝要做调整啊，无过将这个立位记放伫所有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基督徒无需要照立位记的规矩，是要照新约耶稣基督的规矩，然后又用到耶利米书31章的31到34节，这伫第6章的时阵，第6章的时阵，就已经第8章，是第8章的时阵，就已经有讲到，从最小到最大，都要来认识上帝啊。所以通过圣经耶稣基督，伊是祭司，是祭面，伊是完整的献祭，佮有信心的最近圣经上帝话，互人确信我的罪得到赦免，我会当得到点头生哦。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相信上帝爱我赦免我，是因为圣耶稣基督，因为圣灵，因为圣经联合起来，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咱才会当进入迄个上帝互咱的理念。好，咱搁看几个就是特别是第10章的前段有几个字讲大祭司每年的献祭叫人想起罪第3节这些祭物让人每年都想起罪。这个罪是很多的意思，就是很多人的罪，有什么意思呢？从去年的赎罪日到今年的赎罪日1年来我所累积累犯的罪保罗在罗马书3章20节讲，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知就是讲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特别是这个条例规矩，是互咱明白罪，什么何为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整个献祭制度，这个诫命，就是互人每一年想起讲，我还有什么罪，我还有什么罪，我即马就要听候大祭司来替我赎罪，所以当做一个对照。另外第50到90节，这段呢，5节到9节，是特别是5、6、7这3节，然后第8节又说一次，第9节又说一次，就是这几节呢，再重复的就是诗篇40篇，诗篇40篇6到8节，它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是74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不是希伯来文的诗篇40篇，所以在翻译上面、用字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抓住它的意思。这边诗篇40篇来对讲到在祭物呢，特别是指旧约当中利未记里面讲到的平安祭而这些礼物呢，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在利未记是指赎祭，平安祭是跟上帝的关系，要保持shalom平安，赎祭呢是代表跟上帝分别为圣，这些就是要献给上帝的，不是归给我自己的。然后呢，燔祭你也不喜爱，燔祭呢就是利未记当中的烧化祭，就是燔祭象征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敬畏耶和华的心。赎罪祭呢，就是包括赎罪祭、赎愆祭，
所以在诗篇40篇里面讲到了整个利未记的5种祭素祭、平安祭、燔祭、赎罪祭、赎罪喜欢的。上帝不是爱这5个祭，上帝爱的是人悔改的心。所以大卫诗篇说，不是40篇大卫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在后面说这个是大卫写的，可是呢不是讲大卫自己。这里面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是旧约希腊文的翻译，希伯来文是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已经开通了耳朵，这个比较像是以赛亚书所用的语言就是这是一个弥赛亚诗。大卫在写这个诗篇40篇的时候，他受了感动，然后他以第一人称，就是受膏者的人称来写下诗篇40篇其中的几节而他第一人称他是用受膏者，大卫也是一个受膏者，他被受膏成为最重要的君王，那基督他也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也是从大卫的身体DNA 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回想，就是说当大卫在写诗篇40篇的时候，耶稣基督的 DNA 就已经在大卫的里面，因为耶稣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的 DNA 就在大卫里面，所以耶稣的 DNA 透过大卫的诗篇在讲他自己，就是用他的身体取代前面那5个祭，那5种祭所以我们只要借着耶稣顺服了，我们像耶稣一样顺服，靠着耶稣的献祭，人就可以成圣了。所以这是今天这一段非常不容易了解的地方。读到第10章这个地方就是越来越艰深，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慢慢消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希伯来书字字珠玑每一章每一段每一节它的意义还有它所隐含的意思是超过我们所想，而且我们可以补我们的脑就是对我们的对耶稣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结构，就是第1节到18节中间第8、5节开始呢会用的是5、6、7这里讲的就是诗篇的40篇的第6节到第8节。我用华裔来谈，你不要生祭和公物，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这是耶稣透过大卫所写出来的。你不喜欢祭坛上的烧化祭，也不喜欢赎罪祭这个现代中译本的翻译就把它翻出来。于是我说，上帝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正如法律书上所载有关我的事，有关我这根本大卫不是在讲他自己，大卫在写的是讲他里面的那个基督受膏者，就是那个耶稣所以有关我的事情。好，那这个是原文对不起，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引用旧约的74译本的原文，后面又再讲2次。那我们来看一下旧约诗篇怎么说呢？我用这个现代中译本的诗篇40篇来读你不要生祭和供物，你不要烧化祭和赎罪祭，你却赐我聆听的耳朵。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现代中译本选择用希伯来文的翻译你赐给我聆听的耳朵，所以我回答说，我在这里，你对我的指示都记在法律书上。我的上帝我多么乐意遵行你的旨意，我把你的教训谨记在心里。所以从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我多么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就比较没有翻译出希伯来书作者他要表达的耶稣说我为我预备我身体所以我们来看和合本修订版，祭物和礼物你不喜爱，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记载了。我的上帝我乐意照你的旨意，你的律法都在我心里好，所以前面说这里我来了就是耶稣OK， 这里是你预备我的身体第5节对不起，我没有贴出来，在前面的第5节好，第5节呢诗篇40篇第5节就有翻出说你预备我身体所以总之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后面又再提了2次。第8节你不要也不喜欢祭物等等等等。第9节要再说一次，上帝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2个部分就是耶稣的身体，第2个献自己的身体，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想到了，这里讲到上帝就是为了耶稣这样子做，取消一切利未记里面的献祭的条例，
这就是旧约所说的 Torah 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律法，但是不是全部的律法，而是条例啊。而基督以自己来代替。我们会想到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都长胡子了，至少都30几岁了。好，那以撒他乖乖的在那边愿意被献祭吗？亚伯拉罕都130几岁了。好，那但是以撒跟亚伯拉罕他们都双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啊。好，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好像这样的画面，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是百般的不愿意，但是为了上帝的旨意，两个人都学习顺服，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上帝取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在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呢，上帝他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爬耶和华的山。我现在我都用华语，因为我用华语讲比较快。爬耶和华的山，好，那我们就会去经历耶和华以勒。好，咱等来看今日的圣经节了。今日圣经节，好，讲到耶稣基督亲像亚伯拉罕嘛，亲像以撒，特别他是像是儿子的身份，遵行上帝旨意，献自己的身躯，一举尽全功，使人圣化，让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继续的应许下去。亚伯拉罕这个儿子死了，好像上帝的整个承诺就要断掉。那在130几岁的伊的某嘛，就已经差不多袂当够生啊。好，但是伊真正要献这个囝嘛，只有顺服啊。上帝就只有一个儿子来到世上，还把他钉十字架嘛。耶稣也只有顺服。第二个，伊耶稣一届，就是基督一届牺牲，互遐信化归伫主的人永远完全了。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居然继续还在。以撒在那一次当中也是死里复活，那个刀已经差不多就到他的心脏，到他的喉咙，但是呢，上天使在那个时候制止他，马上用旁边的羊来取代，这就是代赎啊。所以耶稣是以撒，耶稣更像是旁边那个羊，马上被抓来就死在那个祭坛上面。第三个，圣灵对我们作证，上帝的话是真的。所以基督顺服呢，是让我们想起地上的祭司年年的献祭，这些祭物只是提醒我们还有罪，还有罪，我们还在犯罪。但是呢，基督说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说2次。那上帝就取消了先前一切的献祭，要用基督的牺牲来替代，不用再做大祭司的工作了。第二个，这些耶稣基督一次的牺牲，加信化归罪人永远完全，因为在这面每当突然替人除去罪后，只有基督才会当。所以基督现在是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是大祭司在献的那个罪那个等级。然后伊献了，搁坐伫上帝正边做什么呢？听候上帝互伊的救赎，屈服伫伊的脚下，踩在践踏在脚底下。所以彼得也说要践踏这些的蛇蝎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呢，耶稣是将这会好的屎拢打伫脚底最后现行甲咱讲现行伊讲下面呢讲往后的日子我要与他们立新约，这就是耶利米书31章，也是通过圣灵在耶利米的心中 DNA 里面所写的。另外现行公共，我不再记住他们的罪和他们的过犯所以这都是圣灵和圣经的话结合起来所以安尼互咱知影罪只只得到下面两个知影罪嘛会当废掉通过人的完全活出上帝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有这些的罪疚、罪愆、罪过、罪犯，而是耶稣已经使我们得胜。好，所以今天这3段呢，基督献自己，让我们看到献祭制度使人每年想起罪，而基督如何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用自己的身体来替代祭物。而耶稣基督的献祭呢，让我们得以完全，这是过去祭司没有办法除去，他只能够求到赦免，但是不能够除去废弃罪。基督一次的献上，就让仇敌变成脚的，而且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这一段是在形容耶稣坐在上帝正边。其实我们已经有知道，那个坐不是就真的坐，而是他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在执行那样的权利。所以耶稣不是一直24小时就是坐着，他是有这个在坐下来办公的意思
而仇敌就是乖乖只要奉耶稣的名这些仇敌、魔鬼、罪恶、死亡都要乖乖听耶稣的话。基督一次的牺牲使人圣化归主，人会当警醒，不再是靠地上的大祭司。圣灵圣经圣灵证实圣经的话，基督照上帝神甲上帝话，互人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今日的经句12、19、30，但是基督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然后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里等着上帝使他的敌人屈服在他脚下。不过基督只有一边献赎罪祭，然后坐伫上帝正边，等候上帝互伊的对着做伊的脚点，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过读希伯来书，会当更较明白耶稣就是基督，也互阮更较知影基督安怎样顺坦伊家己，伫伊无情愿无愿意，但是伊为着上帝，伊拢欢喜，来到伫上帝山顶，甚至成做上帝祭坛顶悬的迄个祭物，要献家己留家己的血，来牺牲家己的性命，互阮所有信耶稣的人，拢会当来得到赦免。而且，阮无阁需要阁伫罪恶中间重复犯罪，是阮真正会当对耶稣的性命、对死阁活，然后会当活出无犯罪的性命。求主帮助阮，用你的话阁一摆清气阮的心，也清气阮的灵，清气阮的性命，互阮知影安怎样来抵抗这个罪恶，也互阮会当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甲样相。互阮会当有基督成做阮的性命，成做阮的主宰，成做阮的头，成做阮的帮站。献上阮的基督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谢谢牧师，多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大家平安。我说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多谢。